来看国内消息哦，来关心天气。今仔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，各地开始降温。气象署表示，讲明仔载暗时到拜六透早会上冷哦。中部以北只有10度到12度，宜兰的山区只有6度，高山是有机会落雪。礼拜才会小可回温哦。这2天北部雨水嘛较高，基隆、北海岸佮大台北山区哦，可能会落大雨。元旦是一年的开始，有真侪民众拢去看出日，毋过受东北季风影响，云较高，有看到的所在有限。另外，气象署也提醒，受到大陆冷气团落南影响，北部日时就会开始慢慢降温。若中南部、华东地区，爱到暗时才会明显感受到温度降低。这波冷气团会一直影响到拜六，爱到礼拜才会小可回温。整体这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。比较冷的时间，大致上会出现在明天的晚上到后天清晨这一段时间，各地的低温还是有可能会出现10到12度的状况，尤其是中部以北有部分地区有可能会出现10度左右，或是10度相对再低一点的局部低温。因为大陆冷气团含云较高的关系，初一、初二。北部地区有雨，尤其基隆、北海岸和北部山区雨势会较大。气象署讲，若要伫北部活动的民众，爱早雨伞雨满。若中南部地区是侪云好天的天气。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或是宜兰这部分地区，都还是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短暂降雨出现，而其中在基隆北海岸。大台北山区，目前我们还是有持续发布大雨特报的部分地区雨势还是比较多一些。气象署提醒，拜五会是这波冷气团上冷的一天，关山有可能会结冰甲落雪。有要去山顶的民众爱细腻，另外有要去海边啊含绿岛的民众嘛要注意安全，因为会出现8级至10级的强阵风，含4米至5米的海涌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